喺富國島北部最後嘅一日，我哋遊覽咗位於富國大世界內嘅當代藝術城市公園。我哋特意安排咗下晝同晚上2次前往，親身體會呢度日與夜截然不同嘅藝術張力。當代藝術城市公園有部分雕像需要用水嚟做景，但公園內嘅噴泉與雕像水景通常喺下晝2點或以後先至會開嘅，所以我哋呢次選擇喺下晝2點先至嚟公園。呢個公園嚟幾次㗎啦，第一次嚟咧就冇開水，跟住嗰2次咧就夜晚嚟嘅，跟住嚟度影翻相嚇。公園最大亮點係用吊橋串連一齊嘅3個花展望台。呢個花樹嘅吊橋可以咧行上去，跟住喺嗰度有個滑梯。咦？行上去啊你？呢個就係花橋嘅起點啊！即係行上去咧，可以穿過晒去咧，跟住上落下邊。好。而家行吊橋啦。哦，吊橋可以行兩邊嘅，左邊、右邊都得嘅。哇，兩條路係四通八達嘅，可以走嚟捐嚟捐去嘅，好好玩嘅。好，行呢邊。呢條又可以嘅，不行呢條啦。嗰個滑梯咧，如果可以上去嘅，不過又係坐喺度算啦。咁啊，行翻落去啦我。好玩，跟住咧上滑梯落上嚟嘅，呢啲有2條馬路坐喺度睇手機，唔通叫人行開咩？算啦，喺度行落嚟咯嚇。公園內有好多藝術雕像，好，而家就4處睇下。呢個時候水景已經開咗，喺有水流動嘅時候，雕像更具藝術張力。如果大家計劃嚟啲公園，建議下晝3點之後先嚟。當代藝術城市公園格倫仲有竹枝傳奇，佢唔單止係一座巨型竹造建築，更係越南最大嘅竹構藝術作品之一。喺白天，呢個係一個精緻嘅竹編藝術品，到咗晚上，喺燈光嘅投射之下，化身為浪漫童話。
晚上，我哋再次踏入當代藝術城市公園，眼前嘅景象完全變咗樣，精心設計嘅燈光取代咗自然光，多咗一份神秘感，每一步都踏喺浪漫嘅氛圍裏。我哋今晚喺充滿異國風情嘅威尼斯運河畔嘅一間露天餐廳食晚餐。唉，今晚嚟河邊餐廳，睇下有船景，陪我食披薩晚餐。幾好環境喎。啊，叫咗2套海鮮披薩，同埋呢一 set 呢個 combo。上次坐咗啦。仲有火車仔添啊！哇，幾好環境。嗱，有船嚟咧。前菜當然係可口可樂啦，再加個薯條加雞球粒。前菜嚟嘅咋，披薩焗緊。呢個係試下另一間嘅披薩。係啊，呢個冇咁大啦，唔使整得咁辛苦啦。我哋一邊品嚐美食，一邊睇住一艘艘嘅貢多拉船緩緩喺威尼斯運河中穿梭，船身上點綴嘅燈火喺水面上搖曳生姿，倒影波光粼粼，感覺好似係螢火蟲喺河面上飛舞。呢一刻嘅悠閒與浪漫，為我哋嘅富國島之行畫下咗最完美嘅句點。喺富國島呢2星期，我哋每晚都玩到深夜先至返酒店，十分盡興。好，呢個說走就走旅行第2站越南富國島嘅行程宣布全部圓滿結束。聽日我哋乘飛機到另一個國家，展開第3站嘅旅程。下一個影片再見啦！